昨半暝啊，第6节车厢已经游出崩坑。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咱即马要随连线，互人伫现场的公司台记者杨思晴，请思晴甲大家讲。思晴。苏控北处泰鲁国号败马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是第5天的时间咯。伫记者后壁面会当看到这只车厢，就是第6只车厢，嘛就是伫今仔日半暝拖调出来第6只车厢，会当看到车体损害甲非常严重，所以可能无法度比较进前的做法，沿着铁轨路拖走，爱用其他的方式来运送。啊，那伫吊输车辆落落去的现场，嘛看到祭拜的水果。啊，那伫逐工透早嘛，拢有清洁人员来泵坑口清洁消毒。事发到今，代替抢修人员24点钟伫现场无用抢修，铺设钢棒，利用钢索来吊挂，也佫有柴油的机车头，将吊伫咧泵坑内的车厢拖出来。啊，那伫进前拖出第40、第50车厢了后，第6只车厢目前嘛已经拖出来咯。即阵只等待第70甲第80损害甲上严重的车厢，也佫咧等待处理。啊，若每拖出一只车厢，检方嘛拢伫现场，也就是车厢的内外，详细收集每一项证据甲证物，就是无要放弃任何一个线索。另外，上恶处理的第70甲第80车厢，会用切割车体的方式，为咱清水泵坑的单边将车体运出来。单位处理的难度较悬，需要时间也需要佫较久，但也是希望会当伫明仔载，也就是初7进前完成所有车厢的清理作业。以上就是记者杨淑静、林玉凯伫现场的报道。